Hello，欢迎收看不会写的闽南语汉字，我是小张。在国语里面讲拉肚子，在闽南语里面就要讲落屎。这字落正字到底安怎写？这集看完你就知。在台语天马行空第11集内底，小张就有讲到串屎甲出屎，就有人在问啊，小张落屎你敢会晓写？其实我袂晓。好你加在啊，咱的好朋友高雄光来甲小张斗3工，伊甲小张教这个字。伊讲这个字应该比较形象一点，闹泥也，落屎一般指便便如泥状，实在有够有道理的。所以小张决定要来分享给各位听。咱对这个字开始讨论起，在说文解字内底写泥呀、江水什么声，这个字会使读作毒，嘛会使读作达。啊，中国音安怎读法？中国音会使读作闹，嘛会使读作闹。落屎写作安尼，第3条的闹。就要转第2条，第2条也就是好的声调，好屎、落屎声调就是安尼。是安怎落甲落这两个声母会使互换？咱来看小张这张表，录音声母拢写伫这，落甲落就写伫同一排。小张以前捌讲过，写伫同一排的声母拢有机会可以互换，证明小张的讲法完全正确。咱即摆翻头回来看这个字。共声符的字安怎读法？咱来举一个上简单的例，这个字就是共声符的字。这个声符会使读作毒，嘛会使读作达。咱拄则已经讨论过啊，落落去、落擦、落脸，拢用这字落。有啥物证据？伫动物内底就有记录，乳角切读作落，一点仔问题都无。小张以前捌讲过，韵母安怎读？用声符来做决定。搁一摆证明小张的理论完全正确。这个字还有啥物读音？铁马落脸，嘛会使读作落脸。有啥物证据？动物内底就是安尼记录，乳角切就是读作落。其他共声符的字安怎读法？咱即马搁来举一个例，这个词会使读作风姿绰约，嘛有人读作绰约，搁有人读作赤约。不管安怎读法，韵母就是照声符在读。册若是读了有通，就无需要编故事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